现代电厂燃气机组即马断得起，即马是传出来讲，伫厂区内底用机啊，时间的步道拢无平，甚至有会阁生霰，造成工程人员受伤。加上今年4月份爆发成工人涉事意外，即马厂区内底工安是引起质疑。台电表示，时间的机啊拢有要求厂商爱符合规定，而且会阁去了解状况。劳工局是认定讲，确实有欠点，会派人去劳动检查。施工的时，行的踏板脚轻轻踏就翘起来，脚一高也会当翘起来。另外一边是有破空，也是关节无平。有一寡应届甚至已经生霰，多数民众指控工地会当讲有真侪所在拢有问题，身体烘烤伤，也是夹着伤拢是异常。踏板每个都像脆皮酥一样，都是泡水泡到生锈，它踩下去整个就碎掉。是用铁丝绑的，而现场我看全部都是用铁丝啊，因为就是那个。没有人要用的那个很久很久的材料那种感觉啊，然后就很烂。工程人员只要行伫顶面拢真紧张，都惊搭无好势摔着伤，因为工地上悬有30公尺，挖10层楼悬，施工架甲踏板也亲像无符合安全标准。在我的左边是新达电厂，其实在另外一头呢就是新建工程，但是有民众向我们陈情，在里头呢使用的阴架以及步道有些不符合国际标准。跟咧进行基础更新改建的现代电厂。今年4月才发生工人坠落死亡的事故，从下令停工到裁罚，即马阁互民众检举现场无改善，真危险。施工架的构筑材料有生锈变形的情形，而且工作台踏板未确实绑结固定，涉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第1项的规定。劳工局检视资料，初步认定厂区涉嫌违反治安法，会派人劳检，加强来去巡检，来去督导看是不是有这种情形。如果有，我们会去改善，但是目前来看，我们是都符合这一些国家所定的一些标准来去施工。工程已经为外施工台电回应初步掌握，厂区使用的施工架拢有符合国家规范，会进一步厘清民众定情的状况，也会要求厂商一定爱落实相关规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